箴言第1章，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，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，分辨通達的言語，使人處事，領受智慧、仁義、公平、正直的訓誨，使愚人靈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，使智慧人聽見，增長學問，使聰明人得着智謀，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辭和謎語。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，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。我兒，要聽你父親的訓誨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，或作指教，因為這要作你頭上的華冠，你項上的金鏈。我兒，惡人若引誘你，你不可隨從。他們若說，你與我們同去，我們要埋伏流人之血，要蹲伏害無罪之人。我們好像陰間，把他們活活吞下。他們如同下坑的人，被我們囫圇吞了。我們必得各樣寶物，將所擄來的裝滿房屋。你與我們大家同分，我們共用一個囊袋。我兒，不要與他們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腳走他們的路，因為他們的腳奔跑行惡，他們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飛鳥，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。這些人埋伏，是為自流己血，蹲伏，是為自害己命。凡貪戀財利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這貪戀之心，乃奪去得財者之命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寬闊處發聲，在熱鬧街頭喊叫，在城門口，在城中發出言語，說：你們愚昧人喜愛愚昧，褻慢人喜歡褻慢，愚頑人恨惡知識，要到幾時呢？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，將我的話指示你們。我呼喚，你們不肯聽從；我伸手，無人理會。反輕棄我一切的勸誡，不肯受我的責備。你們遭災難，我就發笑；驚恐臨到你們，我必嗤笑。驚恐臨到你們，好像狂風；災難來到，如同暴風。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，那時你們必呼求我，我卻不答應；懇切的尋找我，卻尋不見。因為你們恨惡知識，不喜愛敬畏耶和華，不聽我的勸誡，藐視我一切的責備，所以必吃自結的果子，充滿自設的計謀。愚昧人背道，必殺己身；愚頑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唯有聽從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靜，不怕災禍。